今日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7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，以有所书第4章21节到第5章的第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旧我。最近伫新闻的中间拢讲到真热切咧讨论到一个心得，是一位教授因为厝内的财产的问题，压倒杀死这个太太的袂使啦吼。外表看起来拢是外人咧争夺财产，但实际上这个家庭早就存在真严重的问题。咱今日毋是要来探讨讲财产的分配的问题吼。伫整个事件中间，咱所看到的是一个性命的问题啦吼。无论是留学的音乐老师，还是大学的教授，或者是迄个姊妹的关系，因拢活伫迄个过去，伫累积的怨气了后所发生的。昨咱嘛提到雅各，因为欺骗来逃走，离开故乡。却伫伊阿舅的厝来拄着欺骗欺压，伊用21年得到济的财富了后，就决定要来脱离阿舅，决定返去故乡。但是伊所得到的假释，并无互伊的性命改变。咱讲到伊返去故乡，伫要到厝的时阵，因为惊伊的阿兄的报复，就开始来用心机啦吼，伊犹原用旧我的性命在活。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，接续昨的经文提到着讲，雅各抬头看到以色来，阁有400个人甲伊做伙，就将遐个囡仔分开，交互利亚甲利结，以及2个女婢。雅各将女婢甲因的囝摆伫头前，利亚甲伊的囝摆伫后面，利结甲约瑟摆伫路尾。伊本身行去因的头前，连7遍趴伫涂骹拜。我跟伊的兄哥以扫行来迎接伊，甲伊揽地，佮揽伊的颔棍甲伊浸。2个拢大声吼，以扫抬头看遐个妇人人甲囡仔，就问：这个甲你做伙是甚物人？雅各讲：这个囡仔是上帝赏赐互你的仆人呢。讲了后，2个女婢甲因的囡仔就来拜。利亚甲伊的囡仔嘛进前来拜，落尾约瑟甲利结嘛来进前来拜。意思讲，我拄着迄阵情生是要做甚物？雅各讲是望对我的主得到稳定。意思讲，小弟，我的已经有够济啊，你留地。雅各讲毋通安尼，我若对你得到稳定，请你着接受我的礼物。你欢喜接纳我，我看到你的面，亲像看到上帝的面，请接受我带来送你的礼物。因为上帝恩待我，互我逐项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拜托，以扫就接受。以扫讲：咱来去，我做头前带路。雅各对伊讲：我迄厝，你知这个囡仔软弱，牛羊嘛拄在生，若规日拢在赶路，规群的羊拢会死。请我的主先行你的仆人随后面，前生甲囡仔会当行偌紧，阮就行偌紧。阮会到伫以东我的主遐。意思讲，若是安尼，我留一寡人甲你做阵。我讲，千万毋通，我的主对我已经有够好啊。迄日以扫出发，照原路转去以东。雅各行到苏格，伫遐为着家己起厝。为了前生去打草仔了，伊甲迄所在的名叫做苏格。
安尼个比较的下面，咱看到迄个阿兄以色的性命有彻底改变。原本真毋甘愿去互小弟欺骗，抢夺老爸的祝福，想要来杀雅各的心，现在却用包容、接纳、祝福的性命来迎接。保罗写互以弗所教会的培训的中间，也劝勉基督徒着爱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迄个旧我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正是基督徒人生的目标。以弗所书第4章21节到第5章的第1节，保罗安尼讲着：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，对伊学习，因为伫耶稣才有的真理。安尼着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去旧的人，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，得败坏。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，就是着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，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。所以恁着脱去虚假，着对厝边讲真实的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恁若受气，毋通抵到犯罪，毋通到日落也有得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空旁通利用。捌做贼的，毋通搁再淘汰，着双手出力做工，得到正当的收入，有力通帮赞善车人。歹话拢毋通讲，着颠倒着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。毋通互上帝的圣神来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的日会得到头棒。着击杀一切的恶毒、歹性地受气、宣扬这个诽谤甲一切的歹，着亲切仁慈、相宽待，互相赦免，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共款。虽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着学伊，因为基督徒学习基督的目标。就是要将咱的性命来弃旧换新，亲像保罗捌讲过，但活地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我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会受造奇妙通敬畏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你拢清楚，我未形成的身躯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真歹算袂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山较济；若算会了，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。感谢主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因为相信来得到新的生命。求主帮助阮日日来更新，来学习基督的样式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